意象鬆弛法。首先，請你揾一個舒服、安靜嘅地方坐低或者挨低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先除咗你對鞋，或者換上舒適、舒服嘅衣物。而家請你閉上眼睛，集中精神，減低外在或者內在事物對自己嘅干擾。請你輕鬆自然咁呼吸，慢慢咁呼吸，讓你嘅呼吸變得平均、緩慢而有節奏。你會越嚟越放鬆，慢慢咁呼吸。你越嚟越放鬆。現在逐步想像自己身處於一個舒適、寧靜、悠閒嘅環境之中。喺咁舒適嘅情景之中，你可能會有一啲感覺，你睇到乜嘢？聽到乜嘢？感覺到乜嘢？又有冇聞到啲乜嘢味道呢？現在請你停留一陣，讓自己享受呢一種寧靜、舒暢、悠閒。現在我會慢慢從5數到1，請你慢慢咁將精神集中到此時此刻，準備睜開雙眼。5、4、3、2、1。